乡真搞早，欢迎收看今日6月7日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昨昏，咱国内新增加335个本土病例，加上校正回归的有8例，本土病例计共343例，死亡的个案有36个。那预防车的部分，咱有15万ton莫德纳预防车，伫即礼拜会先拨出7万ton，予医护人员大型注射。另外，日本捐予咱台湾124万ton AZ 预防车，是按算对6月15开始做。指挥中心公布，新冠肺炎疫情新增加病例，本土病例数新增加335例，另外有校正回归本土个案8例，合计343例。日日确诊个案内底，搁再新增加36例死亡，只有1名50多岁死亡的个案有慢性病史，其他拢是60到90多岁老大人，也差不多拢有这个慢性的病史。明天起我们就不再公布这个校正回归的个案现在已经也清查的差不多那可能是很微量的。另外，头一批15万剂莫德纳疫苗，5月28到台湾了后也完成验收。指挥官陈时中公布，头一类高风险的医护人员是优先的注射对象。另外，日本捐予台湾124万剂 AZ 疫苗也有先设定注射目标族群，注射对象依然是第1、2、3类。直接接触病毒的医护人员，加防疫第一线人员为主。搁再来是登记照护机构的住户加照顾者，也包含75岁以上的老人、西药剂的病人。而关键设施甲产业国防必要人员以及大学机构工作人员也拢列入。希望我们大概6月11号应该相关的检验都会完成，检验都合格，那会进行相关的封签的作业跟配发的作业，准备是要6月15号能够来开打。陈时中表示，日本所管的124万剂疫苗，加上美国访问团75万剂疫苗，合计大约有190万剂。而陈时中进前捌表示，这个月会有200万剂疫苗，是不是包含美国甲日本所管的？伊并无正面来回应，只是讲疫苗购买数量有够，市场是难以掌握。是要进来的这些可能那种时程确实是很难掌握那有加减的那总是这个月我相信200万是没有问题的。陈时中表示，即阵已经注射疫苗数量大约是70万剂，预计这2天就会转数来注射完毕，再来注射莫德纳疫苗，强调袂有空窗期。而第3级的警戒时间到6月14，是不是会来延期？会看疫情发展状况，大家行政院讨论了后，就会公布是不是要延期。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滚价影响济人的生活，政府有提出扩大纾困方案。从今仔日开始到7月初5，85万个家己做小生意也是无固定头家的劳工，拢会使去网络登记领生活补助，因为人伤济，风声讲线顶的系统大塞车。有网友是表示讲，网络顶悬真大心，只要是入去系统内底，就知影家己敢领有敢无下资格。而且对站开始，网络就开始大塞车。劳保局的官方网站嘛写讲，网站的流量伤悬有的是建议讲爱等超过1天。劳动部提醒讲，这一届下资格的人有85万人，若是劳工本身无赶紧，建议过几工才入去网站顶头看。7月初5之前拢会使，权益拢同款，无万来就领无问题，所以会使唔免赶紧。来关心台北市昨昏新增加64个本土病例。台北市长郭文铁是表示讲，疫情有控制条例，也毋过5日节，大家嘛是爱乖乖踮伫厝内，疫情才袂阁举起来。郭文铁嘛认为讲，6月14要解除封锁，要解除3级的警戒是无可能的。台北市初日新增加64个本土个案，台北市长郭文铁表示，疫情有控制条例，不过有关未当放令，14要解除3级警戒，无可能应该继续停课落去。已经调查了。依我看一下6月14号既然解封，目前看起来不可能，你知道所以应该是会继续停课下去的。我们以最低的成本维持3级管制的效果，直到这个疫苗可以全面施打为止。初5郭文铁则表示，市民全面免费注疫苗了后，佫提出疫苗注射计划，因为目前各医疗院所注疫苗的钱无同，为提悬疫苗注射率减少行政流程，民众负担甲病医成本。市府每一支补助病医100块，确实以设置台北市16岁以上人口差不多213万人来算，每人注2支，注射率是50%，就要2.23亿。面对中央表示已经编列40亿特别预算补助，并是就
台北市将免管学费，外界质疑原体抢功劳，原体表示中央公文也未来。中央编的预算，你知道哈，他也没有公文给我们，我们当然是不晓得了哈。你只要是台北市民哈，我们是市政府照顾的对象，那就不管是现在未来，你知道哈，从现在开始就是不要再去收钱了。到这个时候，你知道哈，还要去抢功来干什么？就觉得很奇怪。苗栗部分移工群组感染，市府表示，台北市大部分是家庭看护工，工作地点分散无大型的工厂甲移工宿舍。目前针对10人以上的工班做企业封杀，也提醒母亲节带来疫情，政府简单控制条例，呼吁51节踮伫厝，用细心就好。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新北市本土疫情食力，新北市昨昏是本土病例有加160例，虽亡人数有较降淡薄啊，不过也是全台湾上济。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希望讲，重点区域的民众要赶紧去做体检，但是佮加上市民减少出门、减少活动，安尼新北市的疫情才有机会会当压落来。有160个，跟昨天比较229个，差距了69个，但是新北市的疫情仍然还是非常的严峻。虽然甲初5比起来，新北市初6新冠肺炎增加确诊数已经降低，不过市长侯友宜也是提醒民放令，本土疫情继续滚加。新北市进前快筛找到788例无症状感染者为例，指出因确实无被找出来，那按2礼拜以来可能会传染给3700多人。如果新北市不主动去做这些快筛阳性，把它抓出来，我们用不同时期的 R1 值来计算，光2个礼拜就会传给3733人。新北市的市民，你们都可以去我们最近的筛检站来筛检。新北市目前有4000多人确诊，疫情疫区以棒球相关，过来是中和三重埔社区总体检站的阳性率有2.4%，呼吁疫区民众主动体检。另外，日本疫苗到台湾，美国也承诺予台湾疫苗了后，侯友宜表达感谢，佮指出政府会继续予疫苗进口，佮鼓励民众去做。光被照顾者就有2.2万人，照顾者有1.2万人，所以长照机构一发生，绝对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群聚感染。我们新北市会把它提列到第3类。我们最在意的是民众能不能免费施打。至于有关医疗院所的费用，中央也会负担。其实对我们民众施打的意愿一定会比较高。侯友宜说明，中央捌讲过，会为高风险地区来做疫苗发配。相信上北地区首次疫情就被拓开，也尊重中央分配。另外，疫苗注射站拢是以即卖空间来改装，但疫苗到位了后，就尽紧来做。同时提醒，伫市场防疫部分已经出动3000多人强化检查，佮开出325张检测单，提醒业者甲民众爱做好防疫，为降低疫情冲击，共同来打拼。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仔日方面同款伫咱台湾的天顶，天气无啥稳定，也毋过雨会较少啊。咱来看温度。今日中南部、东半部有局部地暂阵雨，也是雷公雨。气象局有针对中华到台南5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爱设置单雷公强阵风。今日各地过昼了后，拢有机会会落雨，尤其是山区可能会上大雨。今日各地高温大约是29度至32度。啊，那明仔载开始到拜四，方面就会离开咱台湾，也毋过也是有一寡水汽。所以伫南部、东半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地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其他所在是侪云，过昼了后有西北风。受彩云风台甲黄霜雨影响，南部落大雨。昨昏高雄甲屏东冒传出淹水的灾情，嘛因为这波雨水高，各地水库的欠水量拢有增加。经济部长王美花已经宣布讲，苗栗、台中、北彰化的限水措施伫昨昏解除。提本机将水放出门外，南部初5暗时开始落大雨，初6早起高屏真侪所在雨量超过200毫米，雨又搁大又搁急，予抽水机未复将水抽出地下道。整个周边的区域全部淹水，所以它就从这2个口，那个水就一直灌下来，所以这两台抽水机也无动作，因为伊这设计是甲设计这个地下道这个。
蔡云峰太甲黄山号为台湾带来真大河量国水库也拢入水，河水情无很的紧张。经济部长王美花七日也促销苗栗、台中甲北中华的分区供水红灯，降雨都有超过100毫米以上，再加上我们之前的抗旱措施，包括新增的地下水、工地水、浮流水等等，按照我们水利署的计算，我们现在的水情已经足以供应我们的用水到7月底以前。这阵卖强港河虽然缓解水情，不过也造成局部地区淹水灾情。气象局也提醒各地政府甲民众注意排水系统的疏通检查排水，才袂影响客家用路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该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已经扩大停课无停学、自主学习成做热门的话题。111学年度考试招生的新制度要实施。108课纲内底学习历程档案会取代即卖的必审资料，当作申请入学的重点。联合报嘛有针对全台湾542个大学的教授做民调，发现这教授对档案有影也是无影，参考的价值有偌悬，拢在观望。有54.7%的教授较看重伫学校的成绩，也有基础科学能力。来看中国时报，已经带动伫厝内金融、投资台股成做全面运动，经营就来买股票。因为即马 APP 愈来愈利便，证券公司嘛依照无共的族群设计无共的 APP。根据证交所的统计，台北股市去年新的考造的数量超过1100万户，其中20岁至30岁的少年族群增加上济。高档前是25.4%，即马是38.1%，而且少年家拢上手机啊咧买股票较济。来看自由时报。纾困4点控第2批补助申請開放，對今日開始到8月31日，賣使伫網絡申請事業的紓困也有貸款。業者只需要伫網絡頂頭寫申請書，提出營業收入有繳稅證明，甲公司的繳金簿啊、影印的版本就會使去申請。第3波也有國校啊以下的囡仔即係家庭的防疫補貼，也有勞工的紓困貸款，按算伫後禮拜6月15日開始開放申請。来關心苗栗嘅科技廠，移工嘅群聚感染也增加。苗栗縣昨昏是新增加75個嘅確定病例，其中外籍移工就64例。疫情指揮中心嘅指揮官陳時中即馬要求移工隔離，薪水愛照付，啊若有40個嘅工廠，嘛愛趕緊做體檢。苗栗的鎮南地區禮拜有明顯的雨勢，不過超風電子的採檢作業是繼續進行。早起也未少員工家己開車到鎮南廠區來進行快速檢查。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的要求，除了江源電子所有移工停止上班以外，當地有連結的工廠嘛要進行廠內檢查。快上班！好，希望就是說，好當地的一些好相關的可能有相連結的哈，可能有相連結的哈相關的工廠，好都能夠展開哈他們的一個等於是廠內的一個哈篩檢哈。苗栗縣西老新增加確診個案75例，包含江源電子65例、地邦科技10例。而江源電子已經完成7000多名員工快速檢查，超風電子加地邦科技的快速檢查依然在進行中。因為移工互相相會，疫情繼續擴大。苗栗縣府也在鎮南區行園區的公園設立快速檢查站，提供鎮南丁埔里、大埔里加頭份、興隆里這些所在民眾快速檢查。有6天的時間，不見得就是說要擠在一起啊，盡量減少這個群聚啊，把各位的這個利用最短的時間來做快篩啊，如果有問題，我們馬上去做PCR 的這個一個檢測。不過苗栗移工互相相會也佇咧談，中華吸收移工也是違反防疫規定，燒酒酸氣泡，互警方查到。這玩牌啊？沒有了。沒有，這叫玩牌。該處民宅為外勞的宿舍，正值這幾天下雨天，外勞在房間內玩牌，單純娛樂，沒有賭博情事。經了解，5名越南籍外勞均等待前訪中。警方表示，開學這個移工宿舍總共帶8名等待遣返的移工。初五暗時接到民眾報案，有移工佇吵鬧，警方到現場發現，總共有5名移工佇3樓拍牌，攏無掛喙罨，全部依照違反傳染病防治法、函部衛生局裁罰。
警方也呼吁有请移工的公司应协助宣导防疫做法，以免违反这个规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增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是超过1.7亿例，死亡人数有373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343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1298例，中国的病例有91000多例，香港是超过11000例，伫日本超过76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3400万例，印度超过2800万例，伫巴西是超过16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52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76万例。镜头来英国，英国伫初六的时是新增加5341个确定病例，比前一礼拜增加68%。英国政府表示，因为印度的变种病毒 Delta 即只是探过英国啊，即只病毒比前一波是搁较高传，传染力悬出4成。即马嘛害英国自本按算6月1日要全面解除封锁，也毋过已经出现变数。伫葡萄牙南部的法罗机场排队排甲落长，几多百位来自英國嘅旅客趕要返去，以免拄到旅遊防疫嘅限制。We've waited so long to come on holiday, and then we've had to finish it 3 days early to get back because we can't quarantine for 10 days, and all the extra costs. 自初八开始，伫葡萄牙返去英国嘅公民就要隔離10天做2遍體檢。英國伫初3決定將葡萄牙自旅遊嘅風險國家列色名單刷到金馬色。運輸大臣夏普斯講，對印度來嘅變種病毒 Delta 引起當局嘅注意。英格蘭伫咧初六新增加確診超過5000例，比前禮拜增加68%。It's too early to make a final decision on that. We'll keep watching the data for another week and critically watching that link from the number of cases to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end up in hospital. Well, that figure, around 40% more transmissible. 韓口閣講，安尼做唔是講6月2日全面解封嘅決定要取消，只是閣需要時間觀察疫情嘅變化。因為感染變種病毒Delta帶院嘅病例數攏差不多無啥增加，也發現大部分帶院嘅病人攏無做過有風險，只敢若極少數嘅病人是完全做過，而且做過人症狀攏較輕微。韓口克強調，根據科學資料，做過2劑有風險，會當有效保護較未受到Delta病毒嘅侵襲，希望民眾趕緊去做。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譯。聯合國嘅紐約是講，全世界是不得繼續出現自2014年以來上大起伏，其中起上濟就是牛肉。阿根廷因國內嘅牛肉一年來繼續起6成。牛肉生產大國阿根廷嘅消費者，這1年來買肉時陣攏愛算一個，買倒一個部位較算會好，因為錢愛較儉嘅開。Hacemos un asado de vez en cuando, pero ahora combinamos con otros cortes, ¿no? Que reemplazan el asado tradicional. Asado, qué sé yo, punta de paleta, colita de cuadril, bondiola de cerdo. 根據肉品商會資料，這1年來牛肉嘅計數起超過6成，人均消費量伫世界達到100年來嘅上低點。Mucha gente que compraba cortes de los que son más caros. Y ahora uno nota que preguntan a ver si tenemos otra opción por ahí un poquito más accesible, porque la mayoría de la gente que compra es familia, entonces tratan de buscar cortes que salgan bien, pero que a un precio más accesible que lo que estaban gastando antes. 這邊物價起價主要原因有3項，一個是中國肉品需求量增加，和某一寡國家嘅供應受到限制；第二是屠宰場欠工人，抑個飼料嘅成本增加。中國豬嘅數量，2018年因為發生非洲豬隻減少了後，肉品嘅進口量就一直增加。中國消費者一向是較愛豬肉，不過即馬中產階級較有錢，對牛肉嘅需求也增加。美國農業部嘅資料講，今年3個出口到中國嘅牛肉14552噸，創當季嘅上懸紀錄。中國海關總署嘅資料顯示，2021年前4個月，中國進口阿根廷嘅牛肉總量是178482噸，比去年同期增加152776噸。
阿根廷是排伫巴西后壁，中国第二大鸦片供应国。当局为了要控制已经失去控制的马的计数，5月17开始暂停牛肉出口1个月，引起业者的反弹。鸦片商会讲，出口的主要是国内买消费的较老的牛，业者也以暂停牛交易市场来抗议。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关心东京奥运伫后个月要举行，国际奥会嘛有公布男民奥运代表队的名单。今年有13个国家、55个男民运动员参加比赛。这选手虽往离开家己的国家，流浪到他乡，也毋过同款无放弃奥运梦，要完成家己的梦想。不管是踢力训练，还是甲教练对拍，每一个动作拢真流利，做甲真确实。空手道的选手苏丹尼只要一上场就真专心，甲家庭对战会拢无停的阿富汗造菜到澳洲顺球庇护。苏丹尼伫咧做囡仔时阵是着霸凌，因为身份的问题被歧视，尾伊老爸甲伊鼓励接触着空手道，一直到18岁才受着空手道的正规训练。这么伊要代表男民队去东京奥运参加比赛。Of their background, yes, we might have lost everything once we knew, but we have not lost the ability to achieve greatness. 10公尺的空气步枪，考验选手的瞄准能力，也有正优的控制的动作。上重要的是选手的稳定度。今年同款以男民队队员身份参加东奥的，也有来自非洲厄立垂亚的所罗门。Par exemple, dans mon pays, si on participe à tirs sportifs, c'est pour tuer quelqu'un. On n'utilise pas pour les sportifs. 因为国家内乱拢无停，家园拢毁坏，国家上疫情，真侪人行上非法移民这条路。31岁长跑选手阿曼尼尔就是行过这条路。Personne qui m'a demandé tu peux pas le faire ça, tu dois le faire ça. Pour ça que j'ai préféré de faire mes sports à côté de mon travail. 无国旗，无国歌，唔是为着国家而战。男民代表队所表现出来是运动家的精神。伫今年东京奥运，也有来自13个国家55位男民运动员参加比赛，无论输也是赢。希望因的故事会让鼓励更加侪伫困难的环境中也有梦想的人。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英国的 Harry 王子甲伊的牵手 Meghan 顺利生第二胎，是一个查某婴仔，要号名号做莉莉贝戴安娜，是为着要向女王也个戴安娜王妃致敬。来看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上任了后，昨昏是头一摆要去出国访问，伊要去瓜地马拉，也毋过伊坐专机故障，起飞半点钟就随个飞回去换另外一架飞机。来关心7大工业国集团国峰会6月11要伫英国举行。英国首相强森是表示讲，伊会呼吁讲，望伫2022年年底之前，互全世界民众拢已经会使做好预防针。镜头等下过来关心，这礼拜六就是5日节连续假期，为着避免疫情继续拖，疫情指挥中心是呼吁民众减少刷叮当，代替高铁要退票拢免手续费。代替是表示讲，连假期间对号列车票卖到2成，就会自动锁起来、关起来，就会买无。啊，若高铁即马有一寡尖峰的时段，票也是卖超过2成。因讲最近会联络旅客协助退票，也是换票。花莲火车头卖票大厅受疫情影响，只剩一寡坐区间车往返乡镇的通勤族人数无济。只是5日节连假就要来啊，当地民众烦恼会出现回乡人潮。最好还是不要回来啊！我师兄他的3个儿子也是住在台北土城，都不会来，减少移动，对不对？哎，对。这么紧张是因为上群网站有人指出，代替5日节连假国际班车已经卖完的消息。代替特别澄清，其实最近退票的人真多。5日节连假6月11到14，剩无到2成。端午连续假期自5月14日开放订票以来，抽票张数已由原先13.6万张剧减至3.3万张，退票率约为6%，且每日有持续退票情形发生。代替表示已经停卖超过2成班次的车票，较侪人次的时段会阁加开列车。
卡数旅客假是有必要要坐车，也会用每回座方式来买票。按过伫高铁的买票情形，廉价也是有少数尖峰时段，承载率超过2成。高铁表示，会个联络这车厝的旅客协调替换票。疫情指挥中心希望今年过节节避免跨区活动。高铁的部分虽然平均大约在高峰是11号跟14号2天，在今年的端午节，大家都留在你原来的所在的县市。台铁甲高铁表示，退票免手续费，指挥中心一直呼吁无必要请民众踮伫原来县市减少人流，才袂互疫情拓开。记者综合报道。咱全台湾目前有13万人口无银行的口座，为着要互民众量早会当领到纾困补助，中央有量早做安排，拜托邮局先寄8万多份的汇票，通互民众去邮局换现金。对6月初4开始，民众只要摕到急单纾困金的汇票来邮局，就通领现金。因为即马伫咧邮局外口也已经设立排队的等候区，动线拢已经规划好势。入来到邮局爱先绑体温、扫 QR code， 而且用 BI 的这个酒精来消毒手。即阵邮局也已经加派卡手要来扫讨即届领纾困金的民众。那来勤的人全面应战，走外勤的邮便书，初4即天也足无用，因为即天爱甲头一批8万多份的汇票限时挂号，拢寄好了。这个是政府交代邮政的一项任务啊，我们邮政群里人员也会尽全力来完成这个使命啊，也可以跟邮局联络避开人最多的时候，大家做到分流。有新闻给那个卫务部，把我们的中华邮政的窗口跟外勤列为施打疫苗的优先对象。或者是他否决掉了。那邮局是提醒民众，汇票3年内拢会当换，免领的时先把汇票后边的个人资料写好势，再身份证甲印仔速递点伫咧邮局的时间。记者阿敏金、林玉凯台北报道。来关心传统市场，不是拢传出也是有人订。中央伫昨昏是提出菜市仔甲夜市仔5项的管制措施。另外，台北市政府嘛决定伫拜6礼拜，传统市场、超级市场还有大卖场，会看身份证号码的字尾是刻的还是双的，要求民众分批去买物件。若被检查出阳性，请仔细想一想。警察甲兵营市集每一个路口来管制，民众必须要录 QR code 才会当入去买菜。有民众操作的过程有问题，警察嘛正大心来甲协助。检查比较多，比较规则。对啊，很棒啊，保护大家的啊。比较安全，这样很好。因一礼拜来台北市传统市场买菜的人是无来减少，烦恼讲传染危机增加。台北市长官决定为6月6号礼拜开始加派警察来管制。不过，我们亲身行一抓市场了，决定要来对其他的关系，要民众是以身份证号码最后一笔来分流管制。就管制假日，礼拜6就那个身份证字号是双数人去，那个礼拜天单数人去所以。礼拜1到礼拜5请自主管理但是如果弄不好的话我们会给他1到3天休市的做处分。除了高文铁，新北市场后友伊嘛到3店铺注意到市场来遮看卖，因为前一天这人数管制无做好，是去市场处来开单警告，为了避免市场人伤济的传染危机，中央嘛提出传统市集也有夜市的5大管制措施，包括着管制出入口，会当看人数会多少来暂停通行，并且嘛鼓励民众卖留伫夜市市场留上久，并且扩大管制周边的摊贩。各地方政府这边可以扩大管制整个这个传统市集至周边的一个摊贩。那这个部分的作为，我们会明定核心的营业时间，在核心的营业时间里面的话，会管制路段。另外，中央嘛希望地方政府当派一寡人来遮查核，并且加强警力来处理无合法的流动摊贩。记者张志雄、张志佳台北报道。来关心中华昨昏有新增加3个确定病例，其中有2例也是甲拍麻将的团保链有关系。而且中华警方伫这2天又搁抓到12件军事拍牌案件，即马拢依法裁罚。
中华警方一个追查拍牌群组状况，最近2天又查到12件群组拍牌案件。虽然查到中法官的新增加确诊个案，佫降价只剩3例，不过其中2例也是甲麻雀牌卡传播链有关系，已经有16例，指数和水果上传播链。今天新增加3个案例里面呢，有2个来自这个牌卡的传染链，那另外1例呢是在我们医院的群聚里面，一个陪病的家属他发病了，所以这1例基本是在管控当中。中法官也佫增加1名死亡个案，是水沟上传播链的确诊案例，婚姻是有3例新增加确诊个案，全部拢是同一个家庭的家属。今天这3个案例跟昨天台西确诊的案例10663是相关，而且是同一个家庭。那其中呢？今天的3个案例，一个是他的孩子，一个是他的孙女，那1位是他的孙子。婚姻官也第一摆出现死亡个案是1名77岁男性，伊是3例新确诊个案的共大家属。台中市新增加个案是2例，是东区家庭群组的共大家属。那主要就是这2个东区家庭的爷爷奶奶，他们现在都是后续的一个发病了。台中市府统计，东区家庭群组已经有11例，另外伫无缝家庭甲无册家庭这2个群组案，台中市府已经采检223名当地社区居民，全部拢是阴性。无缝家庭群组依然有7名接触者的采检结果还未出来。记者综合报道。那高雄昨昏是新增加3个本土病例，其中有2例是小港家庭群组案件亲情。那台南有增加2例，其中有1例嘛是亲情相会。环保局人到确诊者去过所在消毒，高雄车楼新增加3例本土病例，1例是台北确诊的朋友，车伊来到高雄伫厝隔离，车5确诊，另外2例是小港的家庭互相相会扩大，案例10472的外妈甲姨丈，因为外妈北甲北部的亲情食饭过，所以讲虽然较慢确诊，不过卫生局推测可能是这个感染的源头，所以这个家族总计已经有5个人去围掉。这个2个案例基本上，如果以发病时序以及我们检验的 CT 值来看的话，事实上整体的家族群聚事件，我们目前的指标个案可能就会由原来的10472转移到11253。互相斗阵围着一直增加，也是有人歪插防疫的规定。鉴定一间公庙负责人一下手卫信众到庙内办上警的活动，警方接报了后去稽发，会依法来裁罚。另外，嘉义市也新增加1例，5月28去中部，26因身体无爽快到病院采检是阴性，6月初4因为一直扫袂停，搁再就医离确诊。因为 X 光呈现肺炎状况，而且立即我们就收治到专责的病房。台南是新增加2例，1例是进前台南确诊个案的接触者，另外1例5月北伫新北的亲戚朋友因兜住一段时间，有新北亲戚朋友有4个人确诊，这个个案也在初4开始伫厝隔离，初5确诊。确诊者绝大多数都是这个返乡的亲友，或者是市民朋友们去这个高危险区的高风险区的县市，这些其实都是可以预防而且不必要的。5日做年假即要到啊，台南推出回乡退票奖金，并且要求回乡的人头一站必须先到检查站快速检查。那林里长也是民众发现有回乡的人无做检查，会向市府来通报。相关的奖金1万块，希望经由奖励机制，鼓励民众留伫原地过节，以免跨县市来移动，造成防疫破空。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昨昏新增加16个本土病例，其中有1个是桃园区公所的员工。另外，桃园市政府伫桃园市内底嘛有116000个外籍移工。因为这波移工的感染危机，所以桃园市政府即马嘛有提出加强体检等一寡相关的措施。桃园市6月6号新增加16例确诊案例，岁数伫15岁到85岁，其中有1名是桃园区公所的员工，这名个案是伫进前区公所有3名员工确诊，伫隔离的期间咧出现症状，采检了后确诊，即马有12名接触者快筛拢是阴性。那目前这12位都是阴性，那我也针对这个桃园区公所进行分组办公、居家办公的调整。
另外，最近移工的疫情扩大，有11万6000名外籍移工下桃园市是唔敢待遇，宣布309间50人以上的工厂移工的宿舍分层分流。另外，50人以上的集中型的移工宿舍，差不多是400间，嘛要分流、分区、分工，还有分时段，避免群聚感染。另外，除了分流计划，桃园市嘛推出移工体检的个案专案，包括着雇佣500名移工以上的这大型工厂，总共有16间，还有大型移工的宿舍总共9间，分别要实施到工厂，还有到宿舍来做快筛。另外，伫咧各工业区嘛要设11个联合体检站，并且安排防疫旅馆，要来安置体检阳性的移工。那我们希望能够移工的这个安全、健康，各方面都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所以筛检计划跟移工的这个分流检查计划这2大计划，我们市政府会全力以赴，把这个马奇诺防线建立起来。另外，一寡第一线医护人员是唔敢登去处理，惊会传染给厝内的人。桃园市政府嘛提供2000张免费旅馆的大房券，让因当下班了好好休困。记者张志阳、张志佳台北报道。第二个消息，咱来关心受疫情影响，即马有一寡市场的生意是真歹。岛内有提出新的方案，讲对即马开始到未来4个月，市内的公有市场也有公营的市集，租金拢唔免。含英国人是定定的市场比，但是零零清清。全台疫情大爆发，岛内的市场阁有较真正来过，即阵仔内底单生意是真歹花。有咯，影响咯，差不多一个以台北转来入安尼，就拢无人啊。咱差不多生意减少偌济啦？哦，一半较加咯，一半较加，震惊一半较加，大家唔敢入来啊。为着帮助业者减轻负担，岛内市场提出连续4个月唔收白单的钱，按算有270个单会收费。咱即马减免的部分是第一，公有零售市场的当市场拢用29档哈，每个月减免的金额12万多哈，第二，公有零售市场的咱的西市场196档哈，一个月减免的金额42万外，将近4个月下来哈，我们减免将近快290万的金额哈，我们希望透过减免的机制哈，会使讲和咱的摊商好过一点哈。业者表示感谢公所的斗相共，加减的补助也是真好。公所也表示讲，若疫情继续拖，会延续这款方案。个月只2000外，2000外，即摆敢咪讲4个月不爱收。你感觉安尼如何？加减啦加减帮忙着啦。一次减免4个月哈，因为我们预估这个疫情哈，照目前的状况来看是有暂时趋缓，但是还不会恢复平静哈。虽然有补助，毋过也希望疫情早日冻点，恢复原本的日常生活，大家拢有好日子过。记者综合报道。本土疫情伫透探，即马全国拢停课，学校停课，毋过停课无停学，囡仔是透过网络来学习，上课拢爱看电脑，对目睭的伤害真大。有学校即马是缩短上课的时间，无就是改变上课也有考试的方式。因为疫情进入3级警戒，全国学生拢停止到学校上课，老师和学生拢通踮伫厝诶，用线顶的资源上课。毋过长时间看荧幕，对目睭恐惊有伤害。真侪学校着缩短上课的时间，也调整线顶考试的方式，改用多元评量。利用延后上课5分钟，然后提早下课5分钟来做一个因应，这样每一堂课学生盯着荧幕的时间大概就是35分，然后休息的时间就可以延长到20分钟。那我们预计呢，我们会用 Google 表单的一个方式呢，来进行呢我们的这个考试。我们的一个题目会用乱数，我们的题号会用乱数出来。那我们的选项呢也会乱数排列，所以每个孩子拿到的呢这个题目呢会不一样。线顶上课也阁有别个问题，真侪老师感觉学校的设备比厝内底较焦脏，因安尼选择来教室直播。因为我觉得学校的环境很好，那我可以很专心的上课，也不会受到干扰。觉得在这边我需要手边的一些备课的东西也都比较齐全。教育部也有找公部门和民间推出平台来整合资源，内底有教老师安怎线顶教学的影片，也有予学生学习的资源。在疫情之下，老师安怎适应网络教学，学生安怎专心上课，佮家己课堂外学习，这拢正做是教育的新挑战。记者综合报道。
家己老人人口比少，也毋过即马受疫情影响，一寡服务中心拢暂停开放，地区未少侪伙人，居家送饭菜需求嘛对咧增加。直播的时间到啊，照顾者用手机来放送直播影片予时大看。影片的内容除了教老大人，嘛有一寡课程提供予家庭照顾者，教因安怎排解老大人因为无法度出门的不准，减轻照顾者的压力。在家里常常要睡觉啊，无休息就爱困啊，所以安尼加减差太济啊。即摆伫遮厝舒适的时，阮会当加减用我看，加减有用啊，对他帮助很多了。都是希望能够继续维持长辈他们有的这一些功能，也让他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训练哈，能够找回他们在日照中心的这个生活的步调。服务中心表示，这站受疫情影响，据点暂停开放，除了老大人无所在通去，过去需要伫据点食饭的高大徛老人，即马更加需要送餐志工的服务，而且伫疫情期间，这些志工除了送餐，嘛爱随时注意高大徛老人的状况。这方面无卡呢，无法度出去食。我会问说阿伯啊，你敢有过去看医生？啊，你身体的状况安怎？啊，就是因为他的身体状况嘛。服务中心强调，因为疫情的关系，这段时间居家送餐的需求有咧增加，但是送餐的志工却无法度按照长照人员的条件来做疫苗，嘛希望相关单位会当协助处理，保护这些志工维持长照系统的运作。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另外消息，咱来关心，即马要控制疫情，定着爱靠预防针。消基会是有开记者会，呼吁讲，未来咱国内预防针数量若是有够多，政府应该爱互民众来了解每一款预防针有啥物款无同，有啥物款特色。嘛讲，若是有预防针有够额，嘛应该开放互民众会当家己拣。根据传染病防治法，民众有注疫苗的义务。政府即马为国外进口疫苗，未来嘛有国内生产的疫苗，甚至阁有国内代工疫苗的方式出现。只要有在台湾来做代工或者做这种所谓的授权制造，我们都非常的欢迎我们会尽量予以协助。未来疫苗种类可能是侪款，政府嘛有大规模替民众注疫苗的计划，但是效力有啥物无同，敢会使家己选择？在大规模施打之前，就必须要让民众得知可能的副作用以及防护力，那么让民众可以自行做选择。疾管署表示，疫苗注啥物品牌，主要是指挥中心按教会情形来安排，目前是袂当家己选择。不过消基会讲，若是疫苗充足，应该爱互民众家己拣品牌。基于受益权民众有选择施打疫苗种类的权利。在这个疫苗的数量已经充足，我们是不是可以要求这个政府让人民对于疫苗给我们一个选择？如果不能让人民自由选择，那么理由又是何在？消基会嘛提醒，启动大规模注疫苗进程，就应该建立注射了后的健康追踪机制，也有救济措施。一旦发生民众受害的案例，政府马上就会使提供救济甲补偿。记者郭碧君、郑派文台北报道。目前学校停课拢该用线顶教学，若阵家长搁伫厝内上班，安尼就会变做讲爱哪上班哪顾囡仔，代志多压力就会较大，可能会加话无就是看袂过就骂囡仔。有专家是建议讲，家长有通安排时间定期开家庭会议，安尼对亲子关系嘛有帮助。幼囡仔欢喜咧佚佗，连咪耍办公会啊，连咪爱妈妈讲故事。囡仔人切着，家长即阵无法度甲因带出去公园，伫厝内就爱想尽办法满足因的活动量。不能去公园真的差很多，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有买了室内滑梯，还有跳床。对，就想说，除了一些静态的玩具跟绘本阅读之外，也还是消耗体力，是对付小孩很大的一个难关。家长甲囡仔长时间伫厝内活动，空间的使用、时间的安排，拢有真大改变。加上烦恼情绪会影响到囡仔，所以家长会温暖心情。专家提醒，照顾厝内人的同时，一定爱先照顾好家己。第一
个是照顾自己，要认识、理解、接纳你自己现在有这些负面情绪是正常的。我们不是100分的父母，也不会需要是完美的父母。再来呢，是找回一个生活的顺序，因为在家的工作时间很容易很长，然后你又要很快的去转换你的角色，那样子的负面情绪一定会累积。其实我会建议2岁以上甚至都可以跟家人、跟孩子晚上做一个像家庭会议的方式。郑钦义嘛表示，学生囡仔若因为无法度出门，功课压力大，会当参考理学联名的蔡讲少年专线服务。家长若连续1礼拜心情歹，无法度排解，网络也有侪咨询专线，亲像諮商心理師工會、全國聯合會等等，攏有專業的社工單位提供協助。記者楊淑晴綜合報道。鏡頭來國外來看美國嘅紐約，該禁掉後，即擺有幾個所在通氣，這是佇曼哈頓西區哈德遜河頂頭一個澎遠嘅碼頭，經過英國嘅設計師嘅卡蘇，即擺已經成做一個鋪佇水面上嘅夢幻公園。伫咧紐約市哈德遜頂頭，綠色石碑甲阿門陀建造嘅第一座漂浮公園小島，經過5年嘅整修，伫最近正式對外開放。We're opening at a really unique time, sort of at the perfect moment, right, as New York is starting to come alive after the pandemic and for the summer. 這座人工小島下骹是132支大大細細關機無共的阿門陀條畫，外形看起來就敢若是一蕊一蕊的鬱金香，由英國的設計師海瑟維克設計。伊的設計理念是要表達一片鋪佇咧水面上的樹葉啊，民眾也真喜意。The view is fantastic from every single angle, and it's very entertaining. It keeps you going. So you keep going up and up and up, and there's something changes. You got a different view here, different view there. 伫咧面對河嘅這邊，也有一座戶外表演劇場，會當坐700位觀眾。舞台頂會當同時有50位表演者表演。小島會伫咧未來辦各種巡迴表演甲活動，提供當地居民高品質嘅表演。這座漂浮公園是由美國媒體人迪勒用基金會名義開代表2億6,000萬建造，也個請110位員工佇咧維護。規劃了幾多年，這嘛總算開幕，也個曼哈頓西區加一個網絡拍卡的新地標。公司新聞王必文編輯。世界衛生組織最近有公布一份報告，講全世界嘅食頭路場所普遍都有存在歧視社會人嘅現象。啊，那佇澳洲嘅移民資源中心有經營社會企業嘅灶卡，因是專工請社會人來遮上班，互因哪做事哪累積工作經驗。48歲阿伯巴，伊過去嘅日子真艱苦。伫咧蘇丹南面也生活了27冬，4年前總算來到澳洲，開始移民的新生活。第一件代志就是找會當趁3頓飯的頭路。When I get certificate 1, and then I study English, I'm asking people how to get the job, how to make the resume. 阿伯巴即馬伫咧塔斯馬尼亞省荷巴特一間由移民資源中心經營嘅社會企業灶卡工作，這唔是為咖啡餐點，也幫助移民分享自身嘅文化，也累積工作經驗。They're constantly learning English, and the more that they're involved in a kitchen or a workplace or etc., the better and better that gets. 這個社區廚房亦個幫助當地社區減少社會組織伫咧最近報告內面所講嘅年齡歧視嘅問題。報告講，一般頭家攏較愛請少年人，因為共款請入來了後，年紀較大嘅員工得到訓練嘅機會也較少，尤其是移民更加明顯，所以因是相當弱勢。Being excluded from the workplace, especially when you've got skills and motivation and things to give, can have a really detrimental effect on people's well-being. They can become isolated, of course have the financial stress of not being able to support themselves. I have not from Australian friend now, but in the kitchen I have many friends. 對移民一個年紀大嘅相當弱勢者來講，社區廚房提供予因嘅唔係一份薪水而已，也幫助因融入社會加建立歸屬感，這條職場應該有嘅尊嚴。公司新聞林浩如編輯。唔那咱台灣咧欠水，美國重要嘅農業州加州今年嘛拄到40多年來上界嚴重嘅乾旱，灌溉用水無夠，農民各不種愛休困，甚至愛插樹啊、改種電。大量嘅農場勞工失業，敢若有抽地下水嘅生理搶滾。
加州中部波特维尔日头正险，市区的牧场主人古瑟利讲，每年5月，关山的细羊条拢会流来遮，变做一个天然的蓄水池，滋养大地甲伊的牛。不过今年好少细少，水边啊拢无水，涂骹也大甲闭开，无水互牛啉，所以只好饲较少咧。Such a dry year, every drop of rain that hit the ground was absorbed in the ground, and none of it gathered or collected into a reservoir like this. Maybe it's a third of the normal amount of grass that we have. We've gotten rid of animals between 20 and 25% of the herd. 加州是美国重要的农产地，主要出产蔬菜、水果、坚果、粘制品。不过长期以来，常常拄到森林野火，雨量也无够。今年比6年前的大火患更加严重，全州58个郡，41个有火患警报。This year is the worst drought, the worst year since 1977. It's worse than the last drought we had in 2014 and 2015. So we've had to reduce their allocation to effectively zero. It's an economic disaster. We don't plant crops. We don't have jobs. We don't produce food. In order to adapt to climate change, we're going to have more storage for water because there's going to be more dry years and there will be wet years. We need to capture the water in the wet years and have enough storage to get us through the dry years. 真侪农民改种较会动的头马豆、龙舌兰，或者是规期卖种子，在太阳能板种电。这边国花电到趁钱的是替农民乌井抽水的业者，生意价真好。They got to irrigate their crop. We've got 4 drill rigs running. We cannot keep up with the demand. 或者是无限制农民乌井抽水，不过你只抽，米也抽，地下水位愈来愈低。同时的污染水源，可看还有另外一个危险，就是伫咧8到9月定定发生的森林野火，灾情可能会更加严重。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辑。天气报道在今仔日咱受方面的影响，天气共款无啥稳定。中南部、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其他所在过昼了后，拢有机会会落西北雨，尤其是山区有可能会上大雨。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3度，上悬31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32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3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3度，上悬29度。外岛是21度至30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